最貴豪宅，防彈、防毒氣、防綁架，尺價73,600港元，賣17.2億嘅最貴豪宅，係英國倫敦海德公園1號一個頂層複式單位，面積超過2.3萬尺，總共有6個巨型睡房。超級複式豪宅海德公園1號由4座鑽石型公寓，一共86個單位組成，坐落倫敦市西騎士橋傳統豪宅地段，飽覽海德公園蛇形湖同叢林樹影，市中心繁華景致亦盡收眼底。地產界估計10月落成嘅海德公園1號樓價會超越紐約曼哈頓、香港同巴黎，成為全球最貴樓盤。海德公園1號外牆係全玻璃幕牆，加上紅色鋼筋，氣派十足。附近名店林立，仲有一條秘道連接文華東方酒店。但最吸引超級富豪嘅係絕密嘅私隱同保安。今次嘅天價單位，正門同後門都裝有瞳孔掃描器，同用虹膜掃描器認證身份。落地玻璃幕牆可以防彈，窗框用強化鋼製，裝備空氣淨化系統，可以防毒氣攻擊，又設有防盜嘅避難房同直通地下私家停車場嘅私家電梯，減低遇襲同被綁架風險。而海德公園1號嘅成個保安系統仲由空中特勤隊保安專家設定，住戶一觸動警鐘，保安人員會即刻衝上單位保護住客，又豪華又安全，難怪單位可以天價成交。